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南投中寮有一位姓丁的头家人，长期关心着偏乡的儿童，这届是甲大台中装潢材料工会做伙到中寮乡的永和国小，提早为学生带来着儿童节的礼物，嘛发挥着专业协助学校改善硬体设备，学校真感谢。 除了介绍永和国小推动资讯英语教学，甲发展高龄者小提琴等等特色的成果，学校并赠送感谢状，感谢这在地热心的业者。装潢材料工会的部分，他们也来学校关心、了解学校的需求，希望运用自身的专长来帮助学校。 经过实地参观了后，业者肯定学校用心，拍拼为学生争取优质的学习环境。在经费不足部分，这摆嘛提供符合学校需要的资源。选定3所偏乡的小学，就是来清水、永和还有永康3所比较中寮里面比较偏乡的。 业者感谢学校分有服务的机会，会员拢真有爱心，会搁做进一步的讨论。 关键协助学校加强硬体设备的改善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